大家好，歡迎嚟到今日嘅財經分析頻道，我係 Jack，要同大家分享一個重磅消息。黃金價格喺2025年10月中旬創咗歷史新高，史上第一次突破4200美元一盎司。究竟發生咗咩事？點解金價會升到咁誇張？今日我哋會深入分析10月13號到18號呢段時間嘅黃金市場，睇下背後嘅驅動因素同埋未來展望。如果你對投資黃金有興趣，記得睇到最後，仲有投資建議分享俾大家。首先，我哋嚟回顧一下呢幾日金價嘅驚人表現。10月13號，現貨黃金暴漲咗100美元，突破咗4100美元一盎司，呢個升幅真係好誇張，市場情緒一下子就變得好樂觀。月14號，金價繼續攀升，盤中一度觸及4180美元，不過之後出現咗閃崩，最終收漲0.77%。呢個波動顯示市場有獲利了結嘅壓力，但係整體趨勢仍然向上。10月15號，呢一日係歷史性嘅日，現貨黃金史上第一次突破4200美元，收報4207.85美元，呢個價位係前所未見嘅，好多投資者都驚訝到。月16號，金價繼續刷新歷史高點，最高去到4234.59美元一盎司，呢個升勢真係勢不可擋。10月17號，金價喺高位震盪，維持喺4200美元上方，顯示市場信心依然強勁。包括喺呢短幾日入邊，金價升幅超過100美元，年度漲幅更加達到驚人嘅60%。咁究竟係咩原因推動金價升到咁高呢？我哋繼續睇落去。除咗金價本身，我哋仲要睇埋黃金 F 嘅持倉量變化，因為呢個數據反映咗機構投資者嘅態度。根據金十數據中心嘅官方數據 ，SP Trust 全球最大嘅黃金 F 嘅持倉量喺呢段時間大幅增加。我哋嚟睇下具體數據，10月13號持倉量1018.88噸，增持1.72噸；10月14號持倉量1021.45噸，增持2.57噸；10月15號持倉量1022.60噸，增持1.15噸；10月16號持倉量1034.60噸，增持12.02噸；10月17號持倉量1047.21噸，增持12.59噸。大家留意，10月16號同17號連續2日大幅增持，16號增持12.02噸，17號更加增持12.59噸，係一個月以來最大嘅單日增幅。5個交易日累計增持28.33噸，持倉量由1018.88噸升到1047.21噸，增幅達到2.78%。倉值方面，由1341億美升到142億美元，增加咗80億美元。呢個數據話俾我哋知，機構投資者對黃金嘅信心好強勁，佢哋唔單止冇減倉，反而係大量增持。月份單月黃金 HF 嘅資金流入超過40億美元，其中 Speedgo Shares 就吸引咗13億美元嘅資金。咁點解機構投資者咁睇好黃金呢？我哋要睇埋推動金價上漲嘅主要驅動因素。第一個主要驅動因素就係美聯儲嘅鴿派立場。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喺呢段時間發表咗鴿派言論，話美國勞動力市場仍然深陷低招募、低僱用嘅低迷狀態，呢個為降息提供咗理由。市場對降息嘅預期好強烈，10月降息概率達到98%，市場預期會降息25個基點，2月降息概率更加係100%，市場確信會再次降息。展望2026年，預計仲有3輪降息，聯邦基金利率會降到更低嘅水平。點解降息會推動金價上漲呢？原因有幾個：一、美元走弱，降息預導致美元對一籃子貨幣下滑，削弱咗美元嘅吸引力，提升咗黃金嘅相對價值。二、機會成本降低咗，降低咗持有無息資產黃金嘅機會成本，使黃金相對於債券更具吸引力。三、縮表或近尾聲，鮑威爾仲暗示美聯儲嘅縮表計劃可能接近尾聲，呢個會為市場提供更多流動性支持。話美聯儲嘅鴿派立場係推動金價上漲嘅一個重要因素。第二個主要驅動因素就係中美貿易關係緊張。喺10月15號，美國總統特朗普發表咗一個重磅言論，佢話正在考慮切斷與中國嘅部分貿易關係。呢個消息一出，市場嘅避險情緒急劇升溫。特朗普言論發布之後，現貨黃金暴漲咗近66美元，當日突破4200美元一盎司。呢個反應顯示投資者紛紛湧入黃金避險。除咗特朗普嘅言論，中美雙方仲針鋒相對加徵港口費用，推高咗貿易城，加咗市場對供應鏈中斷嘅擔憂。中美作為全球最大嘅兩個經濟體，佢哋嘅貿易關係緊張，對全球制增長前景構成重大威脅，推動投資者尋求黃金等傳統避險資產。所以話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同埋避險需求上升係推動金價上漲嘅另一個重要因素。講完驅動因素，我哋再嚟睇下市場情緒。根據美國銀行嘅調查，做多黃金已經成為市場最擁擠嘅交易，呢個顯示投資者情緒極度樂觀，市場參與度達到歷史高位。技術指標方面，相對強弱指標 RC 處於歷史性超賣狀態，顯示短期調整壓力增加。不過強勢市場入面，預示可以持續超賣一段時間。
過去1月金價飆升咗有15%，但回調幅度不到2%，顯示上漲動能好強勁，市場買盤持續湧入。黃金 F 持倉量持續增加，由10月13號嘅1018 88噸升到10月17號嘅1047，21噸，短短5個交易日就增加咗28.33噸，顯示市場睇好後市。市場情緒極度樂觀嘅時候，我哋都要警惕短期可能出現嘅技術性回調，投資者需要設置止損，控制倉位風險，避免追高。講完市場情緒，我哋再嚟睇下技術分析。支撐位方面，第一支撐位係4200美元，呢個係個重要嘅心理關口。第二支撐位係4150美元，第三支撐位係4100美元，重要支撐位係4000美元。如果跌破呢個位，上升趨勢可能會受到挑戰。阻力位方面，阻力位係4250美元。第二阻力位係4300美元，第三阻力位係4350美元，心理關口係4400美元。如果突破呢個位，金價可能會繼續向00美元進發。技術指標方面，趨勢分析明確看漲趨勢，高點與低點不斷上移，上升通道完整，趨勢線未被突破。RSI 指標超買區域7以上，顯示短期調整壓力，但在強勢市場中可持續超買，成交量價漲量增。ETF 持倉量創新高，顯示上漲動能得到成交量支持。短動平均線位於長期均線上方，呈多頭排列，支撐上升趨勢延續。技術面結論，上升趨勢完整且強勁，技術面支持金價繼續上漲，短期雖存在超買調整壓力，但只要不跌破4200美元支撐位，上升趨勢仍將延續。咁基金投資者點睇黃金嘅未來走勢呢？我哋嚟睇下主要機構目標價預測。City Index 預測金價可能達到500美元一盎司，睇好牛市浪潮將持續推動金價上漲。美國銀行目前預計到2026年金價將達到約5000美元，睇好降息週期對金價嘅支撐。高標2026年底最高4900美元，認為央行購金無降息預期將繼續支撐金價。瑞銀預計2025年底金價上調至4400美元，2026年6月可能最高4600美元左右。機構共識，主要投資機構普遍睇好黃金長期走勢，目標價集中在4400-5000美元區間。機構認為美聯儲降息週期、地緣政治不確定性、央行持續購金以及避險需求上升將共同推動金價在2026年達到新高。雖然短期可能出現技術性回調，但長期上升趨勢依然穩固。講完機構展望，我哋都要睇埋投資黃金嘅風險因素。美聯儲政策轉向鷹派，如果經濟數據意外強勁或通脹反彈，美聯儲可能暫停降息，甚至重新加息，亦會削弱黃金嘅吸引力，導致金價回調，美元大幅反彈。美元走強通常與黃金價格呈負相關，如果美元指數大幅反彈，將對金價構成壓力，可能引發短期調整。技術性回調風險 RSI 指標顯示歷史性超買，市場情緒過度樂觀，短期內可能出現獲利了結導致嘅技術性回調。貿易關係意外緩和，如果中美貿易緊張局勢意外緩和，避險需求將下降，可能導致黃金價格回落，資者情緒轉向風險資產。全球經濟意外復甦，如果全球經濟增長超預期，風險偏好上升，投資者可能減少對黃金等避險資產嘅配置，轉向股票等風險資產。市場過度擁擠，做多黃金已成為最擁擠交易。一旦市場情緒轉變，可能引發大規模獲利了結，導致金價短期大幅波動。咁顧里建議，投資者應密切關注美聯儲政策動向、中美貿易關係進展以及技術指標變化，設置合理嘅止損位，控制倉位風險，避免追高。咁對於唔同類型嘅投資者，我有咩建議呢？長期投資者，我繼續持有，上升趨勢未改，回調至支撐位可加倉，標價4400到5000美元，關注基本面變化。短期交易者，警惕技術性回調風險，設置止損位4200美元，考慮分批減倉獲利，密切關注牛市指標。新進場者等待回調至支撐位，避免當前價位追高，分批建倉降低風險，控制初始倉位比例。關注要點：美聯儲官員講話和政策動向，中美貿易關係最新進展，美元指數走勢變化，黃金 F 持倉量數據。風險提示：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以上建議僅供參考，不構成投資建議。投資者應根據自身風險承受能力做出決策。好啦，我哋嚟總結一下今日嘅內容。核心結論：一、金在2025年10月13至18日期間連續創下歷史新高，史上首次突破4200美元一盎司，最高觸及4234 59美元。二、SP 持倉量在5個交易日內累計增加28.33噸，10188噸升到1047。21噸顯示夠投資者強烈睇好後市，係10月16號同17號連續2日大幅增持，分別增持12.02噸同12.59噸。三、美聯儲降息預期升溫和中美貿易緊張時推動金價上漲嘅主要區域因素，避險需求激增。四、技術面強勁，但短期存在回調風險，長期趨勢依然看漲，主要機構目標價4400-5000美元。
未來展望，短期展望，市場將密切關注10月和12月嘅美聯儲降息決中美貿易關係嘅進一步發展，短期可能出現技術性回調，但4200美元支撐位較為堅實。中長期展望，在美聯儲降息週期、地緣政治不定性和避險需求持續嘅背景下，黃金長期上升趨勢穩固，2025到26年有望達到4400到50美元目標價。最後總結，黃金仍是當前市場環境下嘅優質避險資產，投資者應根據自身風險偏好和投資期限制定合理嘅投資策略。好啦，今日嘅黃金市場分析就到呢度。如果你覺得呢個視頻對你有幫助，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開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啦。如果你對黃金投資有任何問題，歡迎喺下面留言，我會盡量回覆大家。記住，投資有風險，入市需謹慎。祝大家投資順利，我哋下次再見，拜拜。